说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来讲，阮自己的国情啊，我知北部电台明主持人阿国啊，名甲你共一个国，你拢叫伊共国的。嘿，我就是甲问讲吼，阿国兄，你安尼遮高报音啊，未报音进前，你咧食啥物头路？哪有啊？人是无人，你咧达不时咧甲人下来杀去，下来杀去。台湾话成语，来甲去互相相对比哦。下甲杀拢同事哦，几种解说。一款就是年尾的时阵，咱知啦，台北一空的大楼伫咧放烟火，吼吼，几落10万人，淡仔下来杀去，闪甲无芳，无底去闪身，安尼或者下来杀去，因为下客嘛。第二种解说就阿公兄头拄我讲的，人是无人日，但不是咧甲人下来杀去。简单讲就是起卡动手，冤家相拍啦。哦，啊你毋咧佚佗呢？煞毋知呢？佚佗袂歹啊！我带足侪囡仔出去威风凛凛，甲你买粉买槟榔。啊，国情啊，即马佚佗无行情啊啦！囡仔要来对你拢先讲条件，甲你讲吼，伊一个月要领偌济，就要搁带劳保，就要搁带健保，搁甲咱讲未来毋贷。好朋友，即咱社会定咧听人讲势利的成语，未甲毋就是相对比，啊未来。咱事实讲吼，若较斯文讲的，爱讲未来毋得卖，毋是啦，加强口气，即句台就真歹听，未来毋台。哦，囡仔比你较大尾呢，安尼有影落毛无行情，毋啦。我甲你讲，迄一寡囡仔吼，出去外口吼，掠推掠电，掠代志，甲人拍架呢，流血流地，事实啦，伊都无理会转来，原来甲你转甲变有理，讲话拢会生机发晓，这毋才有食力。台湾话咧讲生机发晓，原来势利的成语，生甲发拢同词。你若干那看即句话，字幕表面是咧讲树大长，哦，安尼都足好个啊。过去成语咧讲欣欣向荣，春天时啊到，我们才生机发晓，毋是。即句话台湾话意思，事实是咧讲节外生枝。头拄啊，国情伫咧激励，阿公兄讲伊的囡仔转来斗，本来家己无理讲甲变有理，就做真侪遐虚假话，出来骗兄哥，出来骗士大，生言生语安尼讲，或者生机发晓就对啊。好朋友，台湾话成语真艺术嘛真丰富。阿公兄报音是见过18当人阵9年成功，不要讲伊较早咧佚佗做龙魔，我是讲一个笑談，甲你研究台湾话艺术成语的内涵。